大家好，我係小付。如果你曾經睇過90年代嘅港劇，咁你一定對陶大宇呢個名唔陌生嘅。佢係刑事偵緝檔案中智勇雙全嘅張大勇，係一號皇庭裏痴情又正義嘅律師江成宇，更係當年紅遍香港嘅師奶殺手。嗰陣時候嘅佢，連續2年蟬聯電視大獎10大藝人第一位，風頭一時無兩，幾乎家喻戶曉。我係邊個能夠諗到咁樣一位一線小生，最終卻走到要喺內地四處跑商演、跑活動嘅地步，甚至被拍到一日跑6家店，從早到晚不停合影簽名。網上更有人傳佢因為緋聞不檢點，先至會被逼北上謀生。咁陶大宇嘅人生究竟經歷咗點樣嘅跌宕起伏？佢嘅命運點解會發生咁樣嘅巨變呢？今日我哋就嚟好好傾一聊。陶大宇出生喺1963年，家境普通。1983年，佢考入咗 TVB 第12期藝員訓練班，同劉青雲、吳鎮宇成為同學。剛出道嘅時候，佢對未來滿懷憧憬，覺得自己總有一日能夠喺熒幕上大放光彩。然而現實卻俾咗佢一記重擊。訓練班畢業後，劉青雲同吳鎮宇好快就有咗機會，而陶大宇只能喺 TVB 當小配角跑龍套整整8年。佢喺《鹿鼎記》中扮演一個冇名嘅天地會弟子，喺《笑傲江湖》裏面甚至連台詞都冇。佢曾經一度懷疑自己係咪走錯咗路，每日都喺度掙扎住堅持。直到1991年，佢喺電視劇《灰網》裏面出演反派楊志標，呢個自私狠毒、忘恩負義嘅角色，竟然讓觀眾第一次記住咗佢，亦都俾佢睇到咗希望。真正改變陶大宇命運嘅係1992年開播嘅《一號皇庭》系列。佢喺劇中飾演律師江成宇，呢個角色聰明、孝順又深情，徹底顛覆咗佢之前奸角專業戶嘅形象。觀眾們第一次睇到佢原來亦都可以係一個溫柔又可靠嘅好男人。一號皇庭一炮而紅，不僅成為 TVB 嘅經典律政劇，亦都讓陶大宇同埋歐陽震華、林保怡組成黃金鐵三角，撐起成部劇嘅收視。陶大宇終於從一個默默無聞嘅配角，一躍成為炙手可熱嘅一線小生。如果話一號皇庭讓佢聲名卡起，咁1995年嘅刑事偵緝檔案則讓佢徹底登上事業巔峰。佢飾演嘅張大勇係一個有血有肉、熱血又溫情嘅警探，搭檔郭可盈飾演嘅高傑，兩人組成咗 TVB 史上最經典嘅熒幕情侶之一。呢部劇收視火爆，平均收視32點，最高更係衝到38點，成為當年嘅收視冠軍。觀眾們為張大勇同高傑嘅故事着迷，街頭巷尾都喺度討論佢哋嘅感情線，甚至有人話如果冇呢對情侶，港劇就少咗一半味道。1996年同埋1997年，陶大宇連續2年蟬聯10大藝人第一位，仲攞下最合襯熒幕情侶獎。當年嘅佢人氣火爆到不可思議，有粉絲為咗見佢一面，喺 TVB 門口一等就係一日，商場剪彩更係擁擠混亂到必須安排保安維持秩序。媒體封佢為師奶殺手，因為無數家庭主婦都俾佢迷住。導演黃慧心更係誇佢能把張大勇嘅痴、丁益蟹嘅狠、江成宇嘅精、利兆天嘅狂演得入木三分。嗰幾年，陶大宇同歐陽震華幾乎係 TVB 最炙手可熱嘅男演員。然而，正當事業如日中天嘅時候，陶大宇卻做出咗一個令所有人都意外嘅決定。1997年，佢選擇離開 TVB，轉投亞視。佢對外嘅理由係想挑戰更多唔同嘅角色，可呢一步棋卻行錯咗。喺亞視，佢主演嘅《縱橫四海》雖然首播收視一度打敗 TVB，但係所有焦點都喺譚耀文身上，陶大宇並冇得到更多嘅關注。之後嘅《影城大亨》《縱橫天下》等劇收視都唔理想，佢亦冇能再現往日嘅輝煌。呢一次跳槽
成咗佢人生中第一個重大失誤。2004年，陶大宇重返 TVB，但情況已經同當年截然不同。TVB 此時有林峰、黃宗澤等新生代小生崛起，市場格局發生咗巨大變化。中年嘅陶大宇又唔願意演配角，結果可選嘅角色越嚟越少，戲路越嚟越窄。佢事業嘅真正轉折點出現喺2007年，當年佢同郭羨妮合作拍攝《學警出更》，兩人被爆出假戲真做嘅戀情，消息一出，引發軒然大波。陶大宇結婚多年嘅妻子阿寶更加喺接受採訪嘅時候直接話：郭羨妮就係第三者，我唔想同人爭。既然佢咁志在必得，咁我就成全佢。呢一番話即刻點燃咗輿論嘅怒火。要知道，陶大宇之所以能走紅，係因為觀眾心目中佢係一個痴情可靠嘅好男人，而出軌呢類負面新聞對家庭觀眾嚟講係最無法接受嘅。隨住醜聞發酵，陶大宇嘅形象徹底崩塌，TVB 高層亦都隨即暫停咗佢所有嘅工作，只係保留一部已經開拍嘅掌上明珠，相當於變相雪藏。更糟糕嘅係，陶大宇喺事後為咗自保，竟把所有責任推到郭羨妮身上，甚至公開暗諷佢花心。呢一種落井下石嘅行為，讓網友徹底失望。從昔日嘅師奶殺手，變成全民討伐嘅冇品男，事業同家庭雙雙崩塌。陶大宇喺香港已經冇立足之地，無奈之下，佢只能夠選擇北上內地發展。2009年，佢正式到內地尋求機會。然而呢一次嘅北上，並唔似其他港星咁樣順風順水。當時內地娛樂圈正喺度快速發展，競爭激烈，港星光環已經唔再係通行證。陶大宇參演咗《隱世者們》《鬼探前傳》等劇，但都冇激起太大水花，漸漸陷入無戲可拍嘅困境。為咗生計，佢不得不轉型做走穴藝人，亦即係接各種商演出席活動，出現喺商場、酒吧、開業典禮等嘅場合。2023年，有網友影到佢一日跑6家店，從健身房、火鍋店到烘焙店、酒吧，從早到晚不停合影簽名講場面話，被戲稱為跑月勞模。但呢段經歷都引發咗一啲爭議，比如喺烘焙店，有工作人員唔小心掂到佢嘅手，佢即刻推開，仲擦咗擦手，表情十分嫌棄。喺火鍋店食完飯之後，佢隨手把用過嘅紙巾放喺前台就走。網友指責佢傲慢無禮，呢個讓佢嘅口碑進一步下滑。不過命運總係充滿諷刺。2021年，陶大宇因為一次走音翻唱意外翻紅。喺一次商演中，佢翻唱劉德華嘅《倒轉地球》，全程走調破音，舞台動作更加被網友戲稱為刮語氣式搖擺。視頻上傳後迅速瘋傳，網友甚至惡搞佢為2021年香港最佳男歌手。雖然呢個係黑紅，但係亦都俾佢嘅商演機會大增，出場費亦都水漲船高。陶大宇自己睇得好開嘅，佢話觀眾願意笑，亦都係一種鍾意。回顧陶大宇嘅一生，有人話佢係自毀前程，有人則覺得係命運弄人。如果仔細分析，佢從巔峰跌落嘅原因有3點：第一，形象崩塌，師奶殺手嘅人設等佢迅速走紅，但一旦爆出出軌等負面新聞，呢個人設就會反噬，失去咗核心觀眾。佢喺香港徹底失去咗市場。第二，行業變化，TVB 嘅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啦。內地市場競爭激烈，中年演員本來就缺乏空間，再冇代表作支撐，自然難以立足。第三，錯誤決策，從跳槽亞視到緋聞後嘅錯誤應對，每一步都比佢更快咁被邊緣化。不可否認嘅係，陶大宇嘅演技一直都冇問題，即便喺跑月商演中，佢亦都會保持微笑，認真對待觀眾。好多老粉絲感嘆，睇住佢而家嘅樣好心酸。
但始終望唔到張大勇。陶大宇嘅故事亦都折射出咗娛樂圈殘酷嘅三條法則：第一，人設係雙刃劍，偏離之後嘅反噬往往比爆紅更猛烈；第二，口碑比演技更重要，演技再好，如果人品唔好，觀眾都唔會買賬；第三，時代不等人，冇人可以永遠企喺巔峰，只有不斷適應變化，先至能夠走得更遠。如今59歲嘅陶大宇臉上布滿歲月嘅痕跡，有人問佢後悔咩？佢淡淡地話：人生冇回頭路，做好當下就夠啦。或許呢個就係佢而家嘅真實寫照。最後想問問屏幕前嘅你，你仲記得陶大宇嘅張大勇咩？對於佢嘅人生喜樂，你覺得係佢咎由自取，定係讓人惋惜呢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我哋下期再見。